地推動環境教育，將大自然融入社區，進行調查研究，用科學呈現環保問題。政策倡議，反對大白象，為環境抗爭。12年嚟，環保觸覺接觸群眾，關心城市規劃，推廣可持續發展。當然，仲有一班義工同你嘅參與啦。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哋環保觸覺呢一個大家庭啦，咁一齊為香港嘅環保出一分力啦，我哋一齊努力去建設我哋嘅環保夢啦。